请讲师慈悲，言道鞠躬，坤道鞠躬，讲师好，讲师好，讲师可以简简请坐下，请坐下。各位跟老师，各位家人，各位团主，各位大家早安。讲师早安。谢小人讲，回到家的感觉真好。本来咱的厝真好，看到咱的四大人，看到咱的父母，咱自细汉成长的厝真好，真有感情，真有亲情。请问咱过一年内底，咱转来遮老母的厝好无？好。足好的吼，然后早起即个搭真济真闲，大家安尼拍招呼，大家拢足亲的，足情的，感觉足好的。转来咱个弥勒家园吼，弥勒家园，咱老祖师的弥勒家园，咱大家拢是上天老母认为囝，这个活佛的地主。咱拢一家伙这个家好大一个家，这个家成功红展要靠我们大家，所以转来大家拢足亲足情足好，感觉足好咱做人经理啊，就学比讲，咱遐人当着来遮转来厝遮过年，看遐赶啦，咱若透早来咱遮足赶的迄个精神绷得很紧，安尼无好啦。后听到咱少年经理安尼家己自卑后昨昏6点外出门，轻轻松松，就来坐高铁来咱板岭林一家己甲咱载，转来这个休困，10点半就开始休困到6点才起床，好舒服所以人前辈者的咱爱听，就早起再这个咱们这个板岭里讲，65岁进前日头拢家己爱教伊开车，开车开4点钟安尼真忝，65岁以后坐高铁半日，佫轻轻松松很舒服啦所以伫这借着这个机会，大家来互相勉励，互相来学习提升。咱有这个种遮好的因缘，首先咱来感谢上天降道的因缘。若毋是上天降道，咱无这个机会，拄一个凡夫俗子来进入咱的清净朗月圣堂来遮学道的君子，是来足感恩的。也感恩着咱诸佛菩萨的护持，咱慈尊慈母两位老大人家的龙恩大德，咱的这个活佛，咱的法律菩萨，遮的诸佛菩萨的一个护持帮帮，搁咱的老前人，辛辛苦苦大陆济南安尼山东来到咱台湾，大哥带来咱台湾，咱才有这个机会，安尼传承落来。手大仙会特体护持，法界真理法界的护持，甲咱前人，咱点咱各位点咱师，大家努力继续走这个机会，所以时常抱着感恩的心，时常有迄种忏悔反省的心，互咱成就一个有情有义的道德君子，是足感恩的。咱中心安排这个课程，伊讲一般的道理爱成就，爱成全，咱经典教育爱教育，甲咱世俗人一句话讲做食饱嘛就爱食巧，今仔日又下午天可以浅浅分享这个重要的5部功夫，学经典，学经典圣人的经典来讲。实在要探讨、要研究过来，甲拆较真开来讲，咱真正是爱有迄个
个一个配后功夫，就在所学浅吼，今日无即个功夫，就爱看嘛，咱大家较用心体会一下，来探讨着圣贤佛菩萨圣人伊所讲的即个弦外之音，所以即个人即个各人的因机领会跟无同款，当然，人讲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啦，看各人的一个领悟体会，所以就跟各位先生进行咱今仔日的一个讲题后者咱再做一个前言咱是毋是时常听讲师伊讲，喜怒哀乐之二法为之中，法理该中正为之和，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大道也。这咱时常拢听过，时常拢听过，咱是毋是有法度更加会当切入内底意思？咱莫讲到天地遐尼远，暂且就咱人本身来探讨起。各位前面内底，咱会受气无？会真欢喜咱有法度控制甲真好势无？无简单啦咱做咩做咱就做点代志，就叫咱细汉后生带着细汉媳妇起来活动，就要甲老母禀报，看到媳妇无起来，这不好，拢个是大人。就咱真过是真传统，无听是大人的话，做这个代志，敢毋是为着恁翁仔某，敢毋是为着咱的子孙？就看到，马上翻倒转来，就变成人喜怒之为法为之中，若无拄着的人，逐个人喜怒哀乐都有。但是当代志现前的时阵，咱有法度讲气不过，欢喜都袂过头，就看真正困到前线一欢喜就跳起来，有无？气不过，昏而不怒，受气甲安尼目睭像牛目睭十八蕊，按本仔囝好苦，迄真愤怒，哀而不伤。有个人安尼咱捌看过电视机演安尼放过伊甲愤怒都有无？迄拢去超过乐而不言，欢喜快乐甲超过去。咱人拢无法度守中，无法中节，好就好你爱较站节者，站者。咱捌听过即句话要站节无法简单，要恰到好处无法简单。但是咱爱拿学拿练，咱若无拿学无拿练来讲咱无法度。所以今仔咱有法度来听道理。那听，那领会，那修炼人练功夫来讲头一回拄着迄个心肝内就像水要滚安尼共款，佫过来一摆，就无袂遐尔严重慢慢就拄好真重节表达出来。所以大家真好的时阵，咱效法圣贤佛菩萨来做修炼这个功夫。大家这个功夫了，咱会当讲参赞天地化育之光，去达到地中和天地为言万物有缘。有法度参赞天地化育之光了，这个地中和的地，就感觉讲，就是咱今仔日又学过来学习的这
这个题目，五步功夫，佛学、审问、慎思、明辨、五行，这是重要的五步功夫。啊，后下要用这个五步功夫来跟各位浅浅来做一下学习分享的题目哈。咱头前来报告一下五步功夫的出处。各位前前，咱拢捌听过一句话讲叫做“食水果”，饮水。书完头。大家拢知吼，共款就用这个五步功夫的出处，就是讲拄倒以来，又跟各位浅浅分享，又每年的初一透早，拢去甲阮因无师拜。为什么呢？因无师要因咱来求保佑的大道吼，实在无简单。无论是用鼓励，无论是用宣传，无是用骗的，拢是带咱来入去大道之门。对哈，互阮大兄骗去，请你来奉请，结果食一顿无鱼无肉无烧酒的饭，安尼嘛是达到迄个目的，对无？拜好了，去迄个师大府顶，师大府顶咱知无？频繁的顶楼遐吼，看着电火安尼问的，若讲现在来讲气氛真好，食一顿素食的，对哈，印象足深的，所以咱感恩因无师引入去咱来即个大道之门，感恩的心，对哈，重要的出处就是讲，希望咱原来吼爱感念咱的因无师，咱的名师吼。带咱入来，敢咱再做礼物同款的意思。中央伊的出处伫即个档，来，各位姐姐，咱做伙来读一遍好无？咱用国语的啦吼，国语的大家较标准啦吼。研究们来开始。佛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错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错也；有弗思，学之弗得弗错也；有弗辩，辩之弗明弗错也。有佛行，行之弗笃弗错也。人一能知，己百之；人十能知，己千之。我能使大矣，虽夷必夷，虽夺必强。这是伫中庸第二章内底，中庸这部经典是《小代礼记》第31章，这是孔老夫子因孙做的，作者是祖师的孙，孔老夫子的孙祖师，中庸是去宋朝的理学家安尼家己谈出来，让有学识的人了解经典的重要性，所以因行业甲推崇出来，甲这个宋朝的朱熹夫子，较早咱读册时阵，讲宋朝及理学之大成者，朱熹夫人，夫子啦夫人，朱熹夫子所以，而且朱熹伊甲这个中庸大学名著文艺合做伙，并分做四书人讲四书五经就是这个意思。咱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有分做13经。这13经呢，经就是讲四书五经嘛这个经就是讲诗书礼乐易春秋。较早读册时拢有这叫做诗书易礼春秋。可惜这个学经
无传落来，失传去。啊，所以变成讲诗书易礼春秋这五经，四书五经，这五经就是安尼，搁过来传，左传、公羊传、高粱传，这是对春秋一篇精挑出来，哦，啊，这个记就是《礼记》《孝记》《论语》《刘子》这记，啊，搁过来就是李雅。汉代经书所做的顺国之作，啊，遮就是讲咱中国的一个传统文化遮的经文。今仔咱要学这个礼记，咱要学这个中庸的五步功夫，就是从礼记内底抽出来。大学嘛是从礼记内底抽出来，大学是42篇，中庸是31篇，所以这是个源头，伊的出处吼。啊，咱把这个源头吼，啊了解了，啊，再跟各位先生来分享中庸五步功夫的内涵生死。国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咱今仔重点这五步功夫，跟各位先生来做分享吼。头一个博学，人讲博古通今，天下第。天上地下，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较早看过的戏啊，咱老捌来听过无？吼，你讲安尼就真有迄个印象吼。所以咱学呢，学甲足济天文地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哦，啊，其他伊安尼，甲引述讲扩大甲足济啊足宽，哦啊，包含着咱的公常伦理之学。咱着学甲迄个咱周杰伦吼，啊时常对伫伊的身边，咱着感觉讲周杰伦真正是一个博古通今的一个学士，足济学识，足济道理伊拢会晓。啊，做甲讲吼，泛爱众而亲仁，咱我着安怎学习了，怎体会天文地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请问各位一个，咱台湾读过迄汉数字啊、汉罗啊无？哦，阮老爸啊吼，阮老爸啊，以前讲读迄个学理啊，12经内底讲三光者日月星，三才者天地人，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睦顺，三才。咱伫社会变迁的三才，迄三才是三种哪一种角色？天、地、人有无？咱人甲天地并称三才，为什么会遮尊贵？有下时常用一句话来跟各位先生大家分享。为什么会咱甲天地并称三才遮尊贵？哪位先生可以分享？一般拢较歹势讲吼，过过。因为咱人加一支喙，天不言，地不语，人之中，这支喙会当代天宣化，天地覆盖之光，天生地用，内地点亮万物是人的。你上生，地母生，地母就讲天讲地同款。啊，所以咱人这支喙。当来宣扬天地的功劳，赞叹咱圣人，赞天地化育的功能，赞叹圣人的德性。咱喙当来天宣化，咱的喙是要互咱讲，要较会调是非呢，张家长，东家短呢，迄安尼就口用口用吼，讲好的。讲义说道德，安尼对咱才有帮助，安尼伫建功立德，来学堂、食佛饭、讲佛话、做佛事、听佛的道理，好无？好的呢，啊好，咱就跳起来，倒去做咱的囝孙仔看，爱好的爱传承，哦。
所以大家互相参考，咱迄靠学习。今仔日咱人学习来讲吼，才会晓，无学咱袂晓。继续咱来看学的内容。人迄是先王老先生来讲，咱以8年前开盘的时阵，9年前开盘的时阵，老先王来遮甲咱注意3点钟有无？有印象无？袂记哩啊！就学印象足深，就学伊啊完啊，爱担任一节课，结果先王慈悲，甲内底有效的孝道拢讲完啊，所以就学像安尼说免讲，老先王的特色安尼来讲，分量一先王的特色是足重的，所以老先王伊安尼来讲学问，所以学问就是讲咱学偌济册啦吼。学者爱学道的精髓，今仔日咱道有啥物精髓？爱咱透过学习，爱咱探讨，有一天呢，咱即个刘武帝咱知无？3里一时5里一暗，迄个刘武帝。刘武帝即菩萨皇帝。伊甲中年了后，40-50岁了后，伊感觉佛理足好，爱来研究佛理，所以足有味的。伊一工请伊的国师，伊的国师就是智光上师，伊讲智光上师，咱今仔日咱来研究《金刚经》，咱顶礼拜，逐礼拜是拢有咧研究《金刚经》，讲到真好，有机会咱嘛去。学习探讨《金刚经》，结果智光上师伊安怎讲伊个？伊讲皇帝陛下，咱主若讲吼，要来探讨《金刚经》来讲，咱爱来请咱即个布袋师，迄就是弥勒祖师的化身。布袋师咧，号做贤惠大师，伊足名甲达摩祖师甲智光上师合称3大师。迄布袋师讲《金刚经》，迄则是惟妙惟肖。结果刘武帝伊就讲，好，安尼智光上师，你去请即个布袋师来讲《金刚经》，结果伊来邀请了后，开始像今仔安尼开班，开班了后，布袋师上台鞠躬，向刘武帝鞠躬，刷入去上台了后。伊讲完啦，又讲无？有看咱大家有看到无？大家有听到无？有。伊过去了后，伊摕即个怎来？文官用的叫金堂木，伊摕金堂木桌顶就拍。逐个安尼目睭见大蕊，看起来听着伊落遐，什么意思？这智光上师伊讲，皇上陛下，你有看到无？你看捌无？各位前贤，你大家看捌无？大家拢毋捌吼。弦外之音，迄叫做自性金刚经。迄咱今仔即只学道学到即个精髓，迄就是以咱甲咱讲咱心性，咱的本性。有听到无？有听到。有听到无？有听。怎哩听？耳啊，自性。耳啊？自性。若倒伫听头，迄个嘛有耳啊。咱甲咱讲着一半尔。咱的自性照着影仔去听，真的照着假去听，有看到无？啥看到？自性照着目睭。你的灵性照着你的目睭看到，真的照着假看到。了
感谢咱回答。谢谢啦，感恩。大家有安尼好互动，较会当了解到，啊无干那靠我一个表演，恁捌毋捌？恁知毋知？就讲唔知影。所以这个布袋戏伊安尼讲，各位听众有看懂吗？后下就搁找另外一个，有进前布袋戏伊就来自备，伊讲夜夜何福民甲佛祖做伙困，遥遥观众起，起坐定相随，以灭动机子，江河不相离，即如心影相思，约瑟起处，只这依成诗。咱逐工拢抱着咱的自性佛做伙困，咱的自性佛逐工早起甲咱做伙起来，言行坐卧当中，拢甲咱做伙，敢若咱的身躯甲影共款。咱的自性佛要倒遐看，咱的自性佛就是哭一声着，耳讲看着落下，咱合的精髓就是安尼哩。咱大家拢讲烦恼即是无体，大家拢有听过嘛吼？烦恼就是菩提，大家拢有听着吼？就还佫加一句话，较少人讲，色身就是法身。咱这个是色身，法身就是咱的灵性，咱的本性，咱的佛性。色身是毋是佛？迄个法身。所以咱爱足谨慎的，讲一句好话，迄个印地内底，咱的意识深度内底放一个好话。咱若起心歹一个动念来讲，咱的意识内底就掉一个歹的种子。所以人才伫讲，佛祖为因，众生为果。咱爱足小心谨慎吼，所以咱会当看，会当听迄人早圣人就甲咱讲，伊讲人不合理，灵者trí量灵也；不合理trí量trí也，即其中爱地之动，如不爱其亲，即其中如不正其点，亲心也灵也。变种其他达至天下，意思就是讲，咱会晓听，会晓友好咱的士大人，会晓来尊敬咱的兄弟，迄就是咱本身富足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高尚伦理，咱本身拢富足，当听，当看，就是咱本身富足。佮保证头讲天地人三才，咱人因为具备了公常伦理遮好的五常之德，所以才甲天地并称三才。安尼，咱会当了解即个意思吼。所以学者学甲精髓，道中真济故事拢安尼，敢若讲牛地吼。来中国传功夫了后，即马9年时间到伊就要转去迄个印度，伊要转去的时阵，伊就叫遐地主来，恁遮地主来，讲恁即几年当中对我学习的心境，即个心得啦吼，心得希望啥款？伊就讲头一个就讲你即个。无执着文艺啦，无离文艺啦，照着文艺来做道量啦。文艺声说是道无？毋是道啦。今仔日就安尼咳一声，毋是道啦。但是咱会当听，咱的心甲灵会当接受做伙体悟，迄才是道。结果达摩做书讲，好，安尼体悟甲我的皮尔，续去呢，就搁一个叫做李宗奇，即个主持人啦查某就分做主持人
今仔我看的是阿兰尊者吼，当当求道的时阵，迄种的欢喜心，安尼但是一摆就无搁看着啊，无搁体会着啊。达摩祖师讲，好，安尼真好，你得着我的肉，愈来愈深入来吼。所以搁一个道父说吼，你即个身体四大本科五蕴为有，即个嘛无道啦。达摩祖师甲讲，好，安尼真好，你得着我的骨啊。刷去换一个神光断背，伊讲吼，要来拜达摩祖师，甲伊个倒手的手棍剁断去，迄个咱捌听过这个故事无？为伫山洞门口，为着要拜达摩祖师来求法，伊甲手棍达摩祖师讲，要来拜我为师去左旁。去掉左道旁门的意思啦，结果神官和尚去左旁尔，迄盖刀拿过来，甲倒手棍接转来，哇！你安违法误区，足无简单的，爱着收伊做徒弟。即个经气遮好的人，即马换伊来讲判伊心得，伊来甲祖师的面头前，安尼提供一下，去左旁倒手棍切条，换正手安尼提供一下。退到等伊的所在，即个动作咱有看到无？有看到吼，迄共款的，诸佛妙理，规观文艺声说，甲头仔安尼哭一声，共款的意思。这就是最后会可依位而立。达摩祖师讲。你已经得到我的骨髓，骨髓了精髓的意思。所以伊讲，这个头讲，学到精髓，爱学就爱学骨髓。今仔咱拢了解这个骨髓是咱本性哦。咱的本性，今仔日甲前分享讲，环境歹。趁钱莫趁，咱就爱愈拍拼趁钱。大人歹度，咱就爱愈拍拼大人才对。迄拢是你成就咱即个骨髓，咱即个骨性哦。咱阵安尼吼，亲像咧较早一个经理讲，大家安尼拢袂共，大家拢安尼看夫妇啊，安尼吼变做。慢慢安尼过尔，所以咱《了凡四训》内底讲一句话讲诶，往古今来圣贤夫子偌济，足济，但是因为因循苟且，再搁看啦，时机歹再搁看啦，人歹度再搁看啦，搁看别一个你尔，就68岁啊，我爱要退休啊。19年前，甲咱邱经理去迄个泰国厝边开仙路班19年哦，都对你啊。有邱经理讲，老师说语言不是问题，你还会记哦，你扛哪会记？有你老师伊来做翻译，61年19年，搁61年就19年无？搁一个61年就19年几岁？来食，若准阿公要来食，来讲爱食鸡来食，咱老公来食，所以照着安尼较袂稍微幽默一下咱较袂爱讲对足认真讲讲较流汗。好，拍枪。无人家就来鼓励。有啦，幽默一下啦咱问心有愧学道学精髓，问者问心无愧。咱去做有去做，就家己心肝想来遮开仙论班，毋是甲杨经理去泰国先开仙论班。
老师讲吼，叫一个房摊主来，甲房摊主讲吼，你的困难我知影，但是我甲你讲，爱放下。为师说过，为师所讲的一段话。踏出你使命的脚步，前方一定有出路。不论修多难，办多苦，心多欢，路多长，踏出使命的脚步，前方一定会有出路。结果，敢若甲人迄个房摊主讲，要嘛敢若甲药学讲共款。药学去当阵你开公车，心肝想讲。我见若拜六礼拜要请假，咱有一个代志拢是拜六礼拜嘛吼。结果呢，要请假，长久拢唔，你唔好请假，无我落来家己准，家己我退休嘛。我甲阮的同事讲，我要转来做员工。阮同事讲，哦，真好真好，庙公比开车较好，较好搭。药学做以前无通即个病。庙公是薪水哦。有啦，若无留互我，袂领着尔。金钱无薪水啦，但是无形的有啦。结果目一个年19年老师甲伊讲了，甲王摊就讲了，转来头路死掉。规身躯栽咧咱门内底，安尼19年药学想要转来，19年药学敢若无做啥物款，实在是阮食问心有愧。即句话吼，心肝来歹势见笑共款的归全贤大德，咱是毋是讲咱心肝来有迄个歹势？人文天祥。南宋的一个文天祥一个宰相，这个叫做冠字状元，伊文章足好诶。迄个宋朝的时候，南宋的时候，伊的国作、伊的国文已经降低啊。甲这个迄个忽必烈叫做元朝元朝开始迄个起来，往南要换元朝来啊。结果元朝来攻入咧咱台湾宋朝，结果甲迄文天祥抓起来，文天祥变为伊财产，来保护这个国家，结果呢无法度无法度去互抓到了，关几啊年，关几啊年，因为这个严世祖欣赏文天祥这个人所以讲即句话讲了，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在天为日月，在天为日月星辰，在地为山河三月，江河三月，愚人曰浩然。即句话念起来，国民的正气完全爆起来。所以伊无法度受文天祥做宰相，无法度受马导航伊讲忠诚不事二君，内里不跟二夫。一个忠臣伊无奉开门的君王；一个烈女伊无过两摆暗杀。所以皇帝关，关无导航，无导航，我就先救伊。插头，过身的时阵伊就因某伫伊的腰带内底看到一个赞代诗，赞代诗伊安尼讲来，咱各位先生大家来念一下文天祥曰：孔曰成人，孟曰起义，惟其义尽，所以人事。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惟其义尽。孔曰成人，孟曰起义。咱读经典，咱读圣人文菩萨，就是要来学忠孝节义。今仔我来忠义，我宋朝
我无去来服侍你关条。今仔日我尽心拍拼去做，老师嘛，甲咱讲吼，我们只在乎我们曾经努力耕耘过，至于能得到什么样的成果，咱有法度得到什么结果，咱有法度控制无？无法度啦。咱人去做，人讲无事在人，成事在天，有一句话无？哦，咱是尽心努力拍拼，至于法度什么成果，迄是咱有法度控制。至于讲咱问心无愧，我著尽到我的力量，安尼就好啊。所以问心无愧，无对家己会当做一个交代安尼啦所以老先生伊安尼讲，咱今仔日学问的，以志向道德的空中，今仔咱伫讲讲义医说道德展现出咱的一个道德的一个行为啦咱来个看一下影片。少年人讲乘车不要让老人坐，让孕妇坐，样子无道德良心啦。咱即马伫听书学礼、医书读礼，咱有爱牵发出个道德良心出来。着学顶个月去训，拄好坐高铁，坐高铁着学坐遐。咱拢最早边拢有理啊坐遐个，结果一个也乖的一个人看无安金光，就看到即种情形就下落去甲办理伊警告头个，讲大哥，你要上厕所吗？是，就安尼，我就甲回，眼馋讲白话较紧迄目睭青眉看无咱甲配伊个足敏感小可配者正面伊就关正面一点小可配者倒面就会倒面配行到迄个连接车厢较尽头开过了过去，哇，大哥，这个迄个。列车小姐讲，这是人工作人员用的，你爱拄特别站迄个台遐，佫越头佫出来去特别站遐个厕所去。我大哥，这个搭有人伫啊，一个人伫遐等，迄边迄个连锁佫一个人伫遐等，无人佫来伫高阶车厢遐，毋好伫遐等着我坐转来，结果就找倒转，你伫咧倒椅涂骹有一个包包遐，我就甲带喺涂骹遐，这个大家就佫懵嘿坐落去。我讲大哥，你要到倒椅落车？伊讲较大人，我讲我嘛较大人，我等下再带你。免我来带。结果就安甲看，落车的时阵就安甲看，两个迄个铁路小姐行来带一个青眉小姐，一个带迄个大哥。哎呦，就感觉讲。蛮窝心的，前年若要出国去中正机场就学拢会甲伊做去载伫遮高铁甲载去中正机场。原老人拢安尼特别的甲迄个轮椅特别的通道互伊行，了无像甲铁路嘛有呢。所以就感觉讲蛮窝心的，伊就着毋知影就安尼看所以咱着安心肝嘛去想呢。原来我嘛是一个学道德分子，做护士，我甲斗相共，我爬起来甲换工问，甲斗相共帮助伊，所以这是靠咱存好心，做好代，有机会咱爱去兼哪做补足涵养的心灵咱像做这个
含有气质流露出来行为，这即将跟各位浅浅大家分享。咱讲话，咱做代志，讲法律该讲者，爱哪行哪受，照着办道理来修道修行。咱的讲话，啦叫，伫车顶伫咱的餐厅讲话，啦叫，伊要大声，粗俗，着通对代志无对人，咱阵啊有来讲，咱原来慢慢甲咱的讲话小调整一下。人世俗人讲做时仔价值稍微修饰一下，迄就是咱的学养。食饭食面刷咧扫叫，足好食呢，我嘛知影。但是人咧日本人的做法，日本人食讲无咧叫讲无好食。但是迄就无够文啊！咱食莫安加一嘴甲咬转来，莫一直扫，无够文啦，咱学校嘛真开囡仔，咱遮嘛真卡所在，咱拢人国语讲有个草根性，有好嘛有歹。好就是讲，咱保有咱本来良善之本质；无好就是讲，无经过文化的一个雕塑琢磨。敢若像讲做这个